今晚我哋嚟傾一個好特別嘅神仙天團八仙。我哋都聽過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係喺華語世界嘅文化想象入面，呢班超級英雄嘅陣容其實充滿住矛盾。你試下睇真啲，呢度有個跛腳嘅乞兒，佢叫李鐵拐；有個倒騎雷嘅怪阿伯，佢係張果老；有個放蕩不羈嘅酒鬼呂洞賓，仲有一個癲癲得得嘅街頭藝人藍采和。呢個陣容點睇都唔似復仇者聯盟，反而更似一個失敗者聯盟。今晚嘅古仔就係關於呢個最大嘅謎團。點解喺中國文化入面，最後被選為偶像嘅會係呢一班老弱病殘瘋嘅社會邊緣人？佢哋背後究竟隱藏住點樣嘅集體潛意識？依家請你哋個舒服嘅姿勢，等我哋一齊進入今晚嘅故事旅程。我哋嘅古仔要由好耐好耐之前講起，喺八仙呢個組合仲未誕生，甚至連呂洞賓同李鐵拐呢啲名都仲未出現嘅時候，古仔就已經開始咗。因為呢個唔係一個講神仙嘅古仔，而係一個講神仙點樣被凡人一步步創造出嚟嘅古仔。我哋將會踏上一場跨越千年嘅尋仙之旅，翻去歷史嘅塵埃之中，去嗰8個最初嘅靈魂。喺八仙呢個傳奇天團嘅一生之旅入面，佢嘅童年時代發生喺漢朝同唐朝，呢個係一個漫長嘅圓形孤兒期。喺呢個時代，八仙呢個名仲沉睡喺遙遠嘅未來，甚至連呂洞賓、何仙姑呢啲我哋日後熟到爛嘅名，都仲未寫上人間嘅劇本度。佢哋係八仙呢個偉大傳奇誕生之前，嗰啲零零散散、各自為戰嘅圓形人物，佢哋互不相識，散落喺歷史嘅星河入面，就好似一班孤獨嘅孤兒，各自演繹住自己嘅傳奇。佢哋並唔知道喺幾百年之後，一股來自民間強大嘅敘事引力，會將佢哋跨越時空，硬生生咁砌埋一齊。而呢股引力嘅源頭，要由一個最根本嘅問題講起。我哋點解需要仙？喺一切古仔開始之前，喺秦朝嘅兵馬俑仲未入土，漢朝嘅長安城仲未起好嗰陣，我哋古老嘅先祖就已經開始被2個終極嘅哲學問題困擾住。第一個問題來自一個叫莊子嘅人。莊子可以話係我哋文明入面最有想象力嘅哲學家。佢成日諗嘅就係點樣先可以獲得絕對嘅自由。佢頂唔順人間嘅束縛、規則、禮法同責任。佢望住雀仔喺天上面飛，魚仔喺水入面游，佢就諗一個人可唔可以都活得咁逍遙？於是喺佢嘅傳世之作《逍遙遊》入面，佢用盡畢生嘅想象力，虛構出一個理想嘅彼岸。佢話喺遙遠嘅妙姑射之山住住一種神人。我哋嚟聽下莊子係點樣形容嘅：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如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呢個係一個幾咁輕盈、幾咁唔食人間煙火嘅形象。請記住，莊子幻想出嚟嘅仙係哲學家嘅仙，佢唔係為咗長生不老，佢係為咗精神嘅絕對自由。呢個係仙呢個概念最初最浪漫嘅嗰個原型。然而，幾乎喺同一時間，另一個更沉重、更有人間煙火味嘅動機都出場啦。呢個就係第二個問題，來自一位我哋都好熟悉嘅老朋友秦始皇嬴政。當莊子喺度諗緊點樣先可以自由嘅時候，嬴政呢位啱啱統一咗6國、企喺權力頂峰嘅帝王，佢諗嘅問題就實際好多。佢諗緊嘅係我可唔可以唔死？呢個係一個巨大嘅矛盾。嬴政征服咗佢睇得到嘅所有土地，打敗咗所有敵人。佢以為自己係神，但到咗晚年，佢卻被一個最樸素嘅自然規律逼到去絕境。佢發現佢會老會死，佢接受唔到。於是呢位千古一帝開啟咗一場我哋歷史上最盛大，亦都係最絕望嘅尋仙之旅。
佢唔再滿足於莊子嗰種精神自由嘅幻想，佢要嘅係物理意義上嘅長生不老，佢要嘅係不死藥。我哋都聽過嗰個古仔，有個叫徐福嘅方士同佢講，喺遙遠嘅東海有3座仙山，分別係蓬萊、方丈、瀛洲。秦始皇信咗，或者可以話佢選擇去信，佢傾盡帝國嘅力量，派徐福帶住3000童男童女同無數嘅工匠珍寶，揸住龐大嘅艦隊，駛入未知嘅迷霧之中，去退嗰啲虛無縹緲嘅不死藥。呢場尋仙係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絕後嘅國家級行為藝術，佢充滿住宿命般嘅荒謬感。最終徐福一去無回頭，而嗰位渴望永生嘅始皇帝，最後孤獨咁死咗喺佢第5次東巡嘅沙丘宮。佢嘅屍體甚至要用鹹魚嘅陣味嚟掩蓋腐臭。呢個結局係幾咁諷刺？你睇。仙呢個概念就喺呢個史前時代確立咗佢嘅雙重特質，佢一半係莊子所渴望嘅精神自由，另一半係秦始皇所恐懼嘅肉體死亡。佢一半係出世嘅，一半係入世嘅。呢個原始設定為我哋日後八仙嘅登場埋下咗一個最關鍵嘅伏筆，因為八仙正正就係一班既出世又入世最矛盾嘅神仙。當歷史嘅巨輪剪過漢朝嘅宮闕，剪過魏晉嘅風流，嚟到咗我哋古仔入面最華麗嘅舞台——唐朝。喺唐朝，仙呢個概念迎嚟咗佢嘅大爆發，因為唐朝嘅皇室姓李，佢哋為咗抬高自己嘅身價，宣布自己係道教始祖，老子即係李耳嘅後代。於是喺唐朝，尋仙同修道由秦始皇嗰種地下活動變成咗一項國策。就喺呢個背景下，八仙天團嘅第一位原型人物，一個真正被寫入舊唐書同新唐書呢2本正史嘅奇人出場啦。佢就係張果老。冇錯，你冇聽錯，張果老呢個喺我哋印象中杜騎雷嘅搞笑阿伯，佢並唔係一個完全虛構嘅神話人物。佢係一個喺唐朝真實存在嘅現象級超級網紅，佢嘅人設簡直係為神仙量身訂造嘅。第一，佢來歷不明，佢自稱自己出世喺堯帝嘅時代，呢個係咩概念？堯帝嗰個係夏朝之前，距離唐朝足足有3000幾年，呢個喺當時係一個石破天驚嘅人設，比今日任何一個不老明星嘅公關稿都要硬核10000倍。第二，佢行蹤不定，佢長年隱居喺山西衡州中條山，但真正令佢出圈嘅係當朝2位最出名嘅皇帝，都做咗佢嘅粉絲。先係女皇武則天，武則天聽講有咁樣一個活咗3000年嘅奇人，即刻派使者去請佢出山。張果老一聽，撲通一聲跌喺地下，假死咗。史書記載，佢喺使者面前，身體轉眼間腐爛生蟲，使者一睇，人死咗啦，唯有返去復命喎。點知使者前腳啱啱走，後腳就有人喺中條山嘅山路度又撞返生勾勾四圍彈嘅張果老。呢個係佢人設嘅第一次封神，而將佢推上網紅頂峰嘅係唐玄宗李隆基。唐玄宗呢位開元盛世嘅締造者，喺佢執政嘅晚年犯咗同秦始皇一樣嘅老人病，佢都開始驚死啦。當佢聽講張果老假死復生嘅傳奇之後，佢即刻派咗最隆重嘅使團去請呢位活神仙。今次張果老冇假死，佢嚟咗。佢嚟到長安城，一場大唐天子同民間奇人嘅終極對決就咁開始咗。唐玄宗係帶住一半相信、一半試探嘅心情嚟見張果老嘅。佢首先客氣咁問：先生，你既然係堯帝時代嘅人，咁點解你個樣咁老嘅呢？張果老笑笑口話：我生於堯帝時，活到今日實在太老啦，牙都甩晒，實在有損先人嘅形象。不如咁啦，我將佢哋全部換過。講完，佢喺玄宗面前用手將自己剩低嗰幾隻牙全部敲晒落嚟，搞到流晒血。然後佢從容咁由懷裏攞出一貼神藥，敷喺牙肉上面，
史書記載，片刻之後，佢再擘大個口，滿口好牙，重生，又白又硬。唐玄宗嚇親，但佢仲想繼續試探。幾日後，玄宗喺宮入面擺酒，佢攞出一杯御酒，賜俾張果老。張果老接過酒杯，聞咗一下，笑住對玄宗講：陛下，呢啲可唔係好酒？我能飲嘅酒，必須係毒酒。玄宗大驚，問咩係毒酒？張果老話：就係嗰種會毒死凡人嘅酒。呢個簡直係瘋狂嘅試探。唐玄宗作為一個帝王，佢骨子裏嘅控制欲被激發咗，佢真係叫人攞咗一樽鎮酒過嚟。呢種喺古代係劇毒，宮殿入面嘅空氣一定緊張到極點。張果老喺滿朝文武嘅注視下，接過嗰杯致命嘅仇酒，一飲而盡，然後佢托咗托嘴，對唐玄宗話：呢啲酒味道都唔係好咋嘛。佢安然無恙。呢一下，唐玄宗徹底信服啦。佢當即下拜，尊張果老為銀青光祿大夫，賜名通玄先生。張果老成為咗唐朝官方認證嘅活神仙。呢個古仔被舊唐書原原本本咁記錄咗落嚟。佢唔一定係事實，但佢一定係歷史，因為佢精準咁反映咗嗰個時代一個晚年帝王嘅精神焦慮。唐玄宗真係信張果老長生不老咩？或者唔信，但佢需要去信，因為佢一手締造嘅開元盛世已經開始出現裂痕。佢最寵愛嘅楊貴妃同佢嘅兒子安祿山正將帝國引向深淵。佢已經控制唔到帝國嘅衰老，所以佢迫切需要一個符號，一個有人可以戰勝時間嘅證據嚟安慰自己。張果老就係嗰個證據。不過古仔最精彩嘅反轉發生喺最後。喺唐玄宗賜予佢無上榮耀之後，張果老呢位活神仙做咗一個令所有人包括唐玄宗都無法理解嘅行為藝術。佢開始倒騎驢，佢每日騎住一隻小毛驢喺長安城入面倒後行。呢個形象成為咗佢流傳後世最出名嘅符號。我哋必須問一句：點解？佢點解要倒騎驢？呢個絕唔係一個簡單嘅雜技表演。喺我睇嚟，呢個係一種極度高明，亦都極度清醒嘅政治同哲學表態。你睇佢倒騎驢，但佢面向嘅永遠係長安城嘅權力中心。呢個姿態傳遞咗兩個充滿矛盾嘅信號。第一，佢背向前方，意味住我唔睇未來，因為未來即係即將到來嘅安史之亂，係不可測嘅，係混亂嘅。第二，佢面向後方，即係長安，意味住我都唔參與當下。佢用一種最荒謬嘅方式，喺盛世同亂世嘅夾縫之中，到咗一個精神避難所。佢用呢個行為話俾唐玄宗知，亦都話俾後世所有人知，你哋嘅權力，你哋嘅紛爭，你哋嘅榮耀同焦慮，對唔住，我唔睇，我唔聽，我唔參與。呢個就係張果老呢個原型人物為八仙呢個組合貢獻嘅第一個核心特質：避世與清醒。佢唔係一個戰鬥型嘅神仙，佢係一個哲學家。當張果老喺長安城倒騎驢嘅時候，另一個原型人物嘅人設亦開始喺民間傳說中發酵。佢就係鐘離權。如果話張果老代表咗八仙入面清醒避世嗰一面，咁鐘離權就代表八仙入面權威入世嘅另一面。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原型，因為鐘離權嘅身份係混亂嘅，甚至可以話係偽造嘅。佢自稱漢鐘離，意思係佢係漢朝嘅大將。鐘離權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履歷造假，因為關於佢嘅所有傳說都發生喺五代十國同北宋時期，距離漢朝隔咗幾百年。咁佢點解要碰瓷漢朝呢？因為喺宋朝人嘅心目中，漢朝特別係強漢，代表住一種黃金時代嘅秩序同權威，所以鐘離權嘅人設由一開始就唔係張果老嗰種邊緣怪人，佢嘅形象
亦都說明咗呢一點。張果老係瘦骨嶙峋嘅阿伯，而鍾離權由佢出道嘅第一日起，就係嗰個我哋好熟悉嘅形象，一個揸住蒲扇嘅肥道士。肥喺古代意味住福氣，蒲扇喺古代係軍師同權威嘅象徵，所以漢鍾離呢個原型，佢所代表嘅係一種秩序嘅建立者，佢唔係嚟避世嘅，佢係嚟入世嘅，佢係嚟點化同管理嘅。呢樣嘢好重要，因為一個神仙天團唔可以全部都係張果老咁嘅怪人，佢必須要有一個主心骨，一個大家長，一個紀律委員。鍾離權就係被選中嚟扮演呢個角色嘅。於是你睇喺八仙呢個傳奇嘅童年時代，喺漢唐嘅星空之下，兩個最古老嘅原型出現。嗱，一個係張果老，代表民間嘅避世嘅清醒嘅自由；一個係鍾離權，代表官方嘅入世嘅權威嘅秩序。佢哋就好似八仙呢個傳奇嘅兩極，遙遙相望。佢哋仲係孤兒，彼此仲未認識，喺各自嘅劇本入面孤獨咁巡迴演出。佢哋喺度等緊嗰個真正嘅主角出場，等緊嗰個絕對嘅詩位，嗰個將會用一己之力將所有孤兒串聯起嚟嘅靈魂人物。而呢個人佢就快出世啦，佢係一個落地嘅文人，一個風流嘅劍客。佢嘅一生將會由一場黃粱一夢開始。佢就係呂洞賓。喺八仙呢個傳奇嘅童年時代，我哋見到兩個孤獨嘅原型，一個代表清醒避世嘅張果老，一個代表權威入世嘅鍾離權。佢哋就好似呢個傳奇天團嘅創始元老，早早就確立咗組合未來必須具備嘅兩極，既要有出世嘅逍遙，亦要有入世嘅秩序。但淨係得元老係唔夠嘅。一個傳奇如果要真正出圈，佢必須要有個靈魂，一個絕對嘅主角，一個可以令所有人，無論係帝王、文人定係平民百姓，都可以代入嘅超級核心。依家歷史嘅巨輪駛出咗盛大而外放嘅唐朝，進入咗一個更內斂、更焦慮，但亦更精緻嘅時代——宋朝。就喺呢個時代，八仙嘅青春期揭開咗序幕，而嗰位萬眾矚目嘅靈魂人物終於登場啦。佢就係呂洞賓。如果話八仙係一個傳奇男團，咁呂洞賓就係嗰個毫無疑問嘅核心。佢嘅人設簡直係完美。第一，顏值高，喺所有嘅傳說入面，佢都係英俊、瀟灑、風流倜儻。第二，武力值高，佢唔係一個手無縛雞之力嘅文弱書生，佢孭住把長劍，係一個劍仙。然後才華高，佢識寫詩，留低咗大量嘅打油詩同勸世文，文采斐然。最後亦都係最關鍵嘅，佢嘅出身，佢係一個落第文人。喺我睇嚟，前面三點都只係錦上添花，呢最後一點先係呂洞賓封神嘅真正密碼。我哋必須理解宋朝呢個時代，先可以理解呂洞賓嘅偉大。宋朝係中國歷史上文人地位最高嘅時代，冇之一。但同時，佢亦都係文人精神最焦慮嘅時代，因為科舉制度喺宋朝達到咗頂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對一個宋朝嘅讀書人嚟講，人生幾乎得一條賽道：考試及第，做官，光宗耀祖。呢條獨木橋上面逼滿咗全天下最聰明嘅腦袋，成功咗你就係人上人，失敗咗你就係落第者。呢種單一嘅成功學標準製造咗巨大嘅集體焦慮。就喺呢個集體焦慮嘅風口上面，呂洞賓嘅古仔誕生啦。呢個古仔就係我哋中國人 DNA 入面都好熟悉嘅四個字：黃粱一夢。呢個古仔係咁精妙，咁充滿宿命感。請容許我哋用睡前故事嘅鏡頭翻到去嗰間遙遠嘅客棧。嗰係一個寒冷嘅傍晚，喺邯鄲嘅一間小客棧入面，一個失意嘅讀書人呂洞賓啱啱又一次落榜啦。佢風塵僕僕，唉聲嘆氣，唔知自己嘅人生仲有咩希望。喺客棧入面，佢遇到一個肥道士，
呢個道士精神奕奕，揸住把蒲扇喺度生火，準備煮一鍋黃米飯。佢就係我哋之前提過嗰位原型人物鍾離權。鍾離權呢個權威嘅象子，望住眼前呢個垂頭喪氣嘅年輕人，似乎睇穿咗佢所有嘅唔甘心同焦慮。佢同呂洞賓講：你攰啦，瞓陣啦。呂洞賓確實太攰啦，佢接過鍾離權遞過嚟嘅青瓷枕，就喺客棧嘅床榻上沉沉睡去。然後嗰個夢開始啦。喺夢入面，呂洞賓嘅人生好似開咗掛咁，佢考中咗，唔單止考中，仲連中3元，做咗狀元。佢金榜題名，然後洞房花燭，娶咗最靚嘅上國千金。然後佢平步青雲，由一個縣令一直做到當朝宰相。佢出將入相，權傾朝野，享盡人間嘅榮華富貴，兒孫滿堂，門生遍地。呢個係一個讀書人所能幻想得到最完美嘅人生劇本。佢活成咗嗰個最成功嘅人。然而就喺佢80大壽嗰一日，嗰個夢開始崩塌啦。政敵嘅誣陷，皇帝嘅猜忌，一夜之間，佢由人生巔峰跌入萬丈深淵。佢被抄家啦，屋企人被流放，門生作了秀散。佢自己孤身一人，被貶到嶺南嘅煙瘴之地，老、病、窮、孤獨，所有佢曾經鄙視過嘅失敗者標籤都貼晒落佢身上。喺嗰個寒冷嘅流放地，佢奄奄一息。就喺死亡降臨嗰一刻，呂洞賓突然扎醒咗。佢醒啦，佢仲喺嗰間客棧入面。佢摸咗摸自己，仲係嗰個落榜嘅一無所有嘅年輕人。窗外寒風依舊，佢擰轉頭，見到嗰個肥道士鍾離權。鍾離權正微笑着用蒲扇撥緊爐火。呂洞賓聽到黃米飯喺鑊入面咕嚕咕嚕冒泡嘅聲，佢問鍾離權：我瞓咗幾耐？鍾離權指住嗰鑊黃米飯，話：飯都未熟呢。呢個就係黃粱一夢。呢個係一個幾咁荒謬又幾咁慈悲嘅古仔。佢喺中國文化入面掟低咗一顆重磅炸彈。喺我睇嚟，呢個古仔嘅革命性在於佢解構咗成功。佢用一種近乎殘忍嘅宿命感向所有焦慮者提問：你所追求嘅功名利祿，嗰個完美劇本真係值得咩？你贏咗又點？輸咗又點？你睇呂洞賓成仙，唔係因為佢考到，亦唔係因為佢打敗咗邊個。呂洞賓成仙發生喺佢夢醒嗰一刻，佢嘅成仙係一種選擇。佢選擇咗退出科舉呢條獨木橋，佢選擇咗唔玩呢個成功與失敗嘅遊戲。呢個就係呂洞賓為八仙呢個天團注入嘅靈魂。八仙由呢一刻開始，唔再係張果老嗰種純粹嘅避世者，亦唔再係鍾離權嗰種權威嘅管理者。八仙成為咗精神自由嘅代名詞，佢成為咗所有科舉失敗者嘅第二選擇。佢為全天下嘅焦慮者提供咗一個精神上嘅後門。佢話俾所有讀書人知，唔緊要，就算你考唔到，就算你失敗咗，你仲有另一種活法，你可以成仙，你可以似呂洞賓咁逍遙。呢個就係點解呂洞賓一定要係核心，因為佢唔係一個神，佢係宋朝所有失意文人嘅終極幻想。當八仙呢個傳奇擁有咗權威、鍾離權、哲思、張果老同埋靈魂呂洞賓之後，佢喺文人圈入面已經紅到發紫。但係新問題又嚟啦，宋朝唔單止係文人嘅宋朝，宋朝亦係市民嘅宋朝。喺宋朝，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咗龐大嘅城市人口。喺汴京嘅歐蘭雅舍入面，嗰啲說書人、小商販、手工業者、流浪漢，佢哋先至係呢個時代最龐大嘅文化消費者。佢哋聽唔明黃粱一夢入面嗰種高級嘅哲學思辨，佢哋有自己嘅焦慮，佢哋嘅焦慮更樸素。我病咗點算？我冇飯食點算？我俾人蝦點算？呢個神仙天團如果要擴大市場，要下沉到普羅大眾之中，
佢就必須要擴招，必須吸收可以為底層人民代言嘅新成員。於是喺宋朝嘅街頭巷尾，喺說書人嘅劇本入面，八仙嘅青春期迎嚟咗第二波立新。兩個最不可思議嘅原型被拉入咗天團，佢哋來自丐幫。第一個人叫李鐵拐，佢嘅人設係八仙入面最慘烈嘅，佢係黑 key，係跛腳嘅，生得極之醜樣，佢幾乎係呂洞賓嘅完美反面。呂洞賓有幾靚仔，佢就有幾醜樣；呂洞賓有幾風流，佢就有幾落魄。佢嘅起源故事亦充滿咗宿命嘅荒謬感。傳說李鐵拐本來都係個高人，叫李元。有日佢嘅元神要出竅去神遊太上老君嘅仙境，臨走前佢同徒弟講：我嘅肉身擺喺度，你幫我睇住7日。如果7日後我都未返，你就將我個肉身燒咗佢。結果去到第6日，徒弟屋企出事，徒弟阿媽病危，催佢快啲返屋企。徒弟心諗第6日同第7日都爭唔遠啦，於是提前1日將李元嘅肉身火化咗。當李元嘅元神興高采烈由仙境返嚟嗰陣，佢傻眼啦，佢間屋佢嘅肉身都冇咗，佢變成咗隻孤魂野鬼。佢飄下飄下，眼見元神就快消散啦。就喺呢個千鈞一髮嘅時刻，佢喺路邊見到一條啱啱死咗嘅屍體。呢個係一個餓死嘅流浪漢，仲要係個跛嘅。李元冇得揀啦，一頭就掹咗入去。當佢用呢個新身體企起身嗰一刻，佢就係李鐵拐啦。呢個係一個幾咁殘酷又幾咁深刻嘅古仔。佢喺度反思緊啲乜？佢講緊一個人嘅靈魂究竟可唔可以超越皮囊嘅束縛？李鐵拐被迫接受咗嗰個最核突嘅皮囊，但佢接下來嘅人設卻封神啦。李鐵拐嘅法器係咩啊？係葫蘆。葫蘆入面裝嘅係咩啊？係藥。你睇下呢個神仙天團入面，生得最醜樣嗰個，最殘破嗰個，社會地位最低嗰個人，佢居然係負責療愈嗰個，佢係懸壺濟世嘅藥神。呢個就係底層人民嘅幻想。佢哋唔需要一個靚仔呂洞賓同佢哋傾哲學，佢哋需要一個李鐵拐，喺佢哋生病窮困嘅時候，俾佢哋最實際嘅安慰同療愈。李鐵拐嘅入團，令八仙呢個組合第一次有咗慈悲嘅溫度。緊隨李鐵拐加入嘅係八仙入面最古怪、最先鋒嘅一個原型。呢個人叫藍采和，我必須用佢男或者佢女嚟稱呼，因為藍采和嘅人設第一條就係性別模糊。喺所有古代文獻入面，都話佢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喺嗰個男尊女卑、長幼有序嘅儒家鐵幕時代，一個性別模糊嘅神仙登場，呢簡直係石破天驚嘅行為藝術。藍采和嘅形象都古怪到極點，佢住住爛衫，淨係住一隻靴。作為街頭藝人，手裏攞住拍板，一種樂器，喺街上面唱歌。而佢唱嘅歌就係佢嘅核心人設，佢唱嘅叫踏歌，歌詞係咁嘅：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請你喺瞓覺前細心查下呢句歌詞。我藍采和一邊跳舞一邊唱歌，而呢個世界你哋所追求嘅功名利祿、愛恨情仇，又可以存在幾耐呢？喺我睇嚟，如果話呂洞賓係睇透咗嘅哲學家，李鐵拐係治癒者，咁藍采和就係八仙入面嘅瘋子。佢係嗰個睇穿一切嘅局外人，係嗰個用癲狂嚟對抗世界嘅藝術家，係嗰個性別不被定義，代表咗一切被秩序排擠喺外嘅邊緣人。呢個太高級啦，簡直係一個社會學嘅奇蹟。當李鐵拐呢個乞丐同殘疾人士，同埋藍采和呢個瘋子同邊緣人被拉入呢個神仙天團嗰陣，八仙呢個傳奇完成咗佢青春期最偉大嘅一次進化。佢用立身呢個動作向全社會發佈咗一個顛覆性嘅宣言。佢宣布成仙獲得精神自由，唔再係帝王嘅專利，唔再係道士嘅特權，甚至都唔再係失意文人專屬嘅幻想。成仙係屬於所有人嘅，無論你係乞衣、殘疾、瘋子定係邊緣人，無論你嘅社會地位
財富、樣貌定性別係點，你都有資格獲得自由。呢個係八仙呢個故仔最溫暖，亦都係最核心嘅力量。佢徹底打破咗神仙嘅精英壟斷，令自由變得民主化。依家呢個神仙天團嘅青春期完結啦，佢擁有咗哲思、權威、靈魂、慈悲同瘋癲。呢個組合已經所向披靡，但佢仲未夠完美，仲爭幾個關鍵嘅角色。佢仲欠缺官方嘅認可，一個代表皇權嘅角色，仲欠缺儒家嘅背書，一個代表儒生嘅角色。最重要嘅係呢個天團入面仲欠缺一個女性嘅視角。呢個傳奇正喺度茁壯成長，佢即將進入全盛嘅中年時代，佢等緊一個更大嘅舞台，一個可以令八仙正式成團、正式出道嘅黃金時代。嗰個時代叫元朝。當八仙呢個傳奇喺宋朝嘅市民文化中度過咗佢躁動而自由嘅青春期之後，佢已經擁有咗5位核心成員。我哋有代表哲思嘅張果老，代表權威嘅鐘離權，代表靈魂嘅呂洞賓，代表慈悲嘅李鐵拐，以及代表瘋癲嘅藍采和。呢個陣容喺文人圈同市民之中都獲得咗巨大嘅聲望，但佢仲未係一個真正嘅天團，佢更似係一個鬆散嘅聯盟。呢5位原型人物仲只係各自為戰嘅獨立傳奇。佢哋彼此之間仲未發生強烈嘅關聯，佢哋等緊一個契機，一個可以令佢哋正式成團，並且鎖定最終陣容嘅黃金時代。然後嗰個時代嚟啦，一個天翻地覆嘅時代。南宋嗰個精緻富庶但又焦慮嘅文人王朝滅亡咗，北方嘅鐵騎席捲咗整個中原，一個新嘅由異族統治嘅龐大而粗獷嘅王朝登上咗歷史舞台，呢個就係元朝。元朝嘅建立對當時嘅中原社會係一次結構性嘅粉碎，特別係對讀書人階層。喺宋朝，佢哋係天之驕子，人生信條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佢哋嘅人生係科舉、做官、治國、平天下。但去到元朝，一切都變晒。蒙古嘅統治者帶嚟咗佢哋草原嘅秩序，喺佢哋新嘅社會等級入面，傳統漢族讀書人嘅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面，元朝取消咗科舉，呢樣對讀書人嚟講係致命嘅。嗰條佢哋賴以為生嘅獨木橋，一夜之間斷咗呢種社會地位嘅巨大落差，同人生賽道嘅突然消失，喺宋末元初製造咗一個巨大嘅精神真空，所有人都迷惘啦。舊秩序崩塌咗，新價值喺邊度？就喺呢個巨大嘅精神真空入面，有2股力量異軍突起，佢哋將會聯手打造我哋八仙呢個傳奇嘅中年時代。第一股力量來自宗教，當儒家秩序失靈嗰陣，道教嘅位置就出場啦。一個喺金元時期由王重陽創立嘅新道派全真教，迎嚟咗爆發式嘅增長。全真教嘅領袖好聰明，佢哋知道喺呢個亂世，啲人需要精神偶像，佢哋需要拓展市場，需要下沉到普羅大眾度。於是佢哋開始系統性咁打造自己嘅神仙體系。佢哋望雲四周，喺民間所有流行嘅原型入面，選中咗嗰個喺民間人氣最高嘅超級核心呂洞賓。全真教成為咗八仙嘅第一間經理人公司，佢哋簽低咗呂洞賓，尊佢為呂祖。佢哋為呂洞賓著書立說，將佢嘅黃粱一夢由一個文人嘅牢騷升華成一個宗教嘅預言。呂洞賓喺全真教嘅運作下，由一個失意文人升級成普世嘅點化之神。呢個係八仙成團嘅第一個推手，宗教嘅系統化。但如果淨係靠宗教，八仙嘅古仔可能只會局限喺道觀入面。真正令八仙呢個組合家傳戶曉嘅係第2股力量。呢股力量來自世俗，來自娛樂，佢就係元雜劇。呢個係元代一個無心插柳嘅文化奇蹟。我哋頭先講過，元朝嘅讀書人科舉條路斷咗，
佢哋變成咗精神上嘅流浪漢。呢班全天下最有才華嘅筆桿子，總要食飯，總要表達。佢哋做唔到治國平天下，仲可以做乜？佢哋開始寫劇本。喺宋朝，寫劇本嘅戲子係下九流嘅職業，但喺元朝，呢個幾乎成為咗失意文人嘅唯一出路。於是，好似關漢卿、馬致遠呢啲天才讀書人，捲起衣袖行入咗歐蘭雅舍。佢哋唔再為帝王寫作，佢哋開始為市民寫作。中國戲劇嘅黃金時代就咁荒謬咁喺一個最唔尊重文人嘅時代度降臨啦。元雜劇就係當時最強嘅大眾傳播媒介。好啦，依家舞台搭好，觀眾坐滿，劇作家們開始最好嘅題材。佢哋好快就發現咗八仙呢個古仔。呂洞賓、李鐵拐、張果老呢啲原型喺民間已經好紅，劇作家們興奮咁拎起支筆，開始編排佢哋嘅故事，好似呂洞賓、三醉、岳陽樓、鐵拐、李道、金童玉女等等。但問題嚟啦，當劇作家將呢五位原型擺入劇本度嗰陣，佢哋發現咗一個問題：呢個組合嘅角色配置唔完整。戲劇需要衝突，需要平衡，需要多樣性。你唔可以五個角色全部都係奇形怪狀嘅男人，或者性別模糊嘅藍采和。呢個劇本演唔起。呢個天團嘅人設有重大缺陷，佢唔完美。於是為咗戲劇嘅需要，為咗古仔嘅完整性，喺元雜劇呢個大熔爐入面，一場偉大嘅補完計劃開始啦。八仙呢個天團空降咗最後三位成員。呢三位成員唔係從歷史中演化出嚟嘅，佢哋係被需要出嚟嘅，係功能性嘅角色。第一個需要保存嘅角色係餘生。劇作家們大部分都係餘生，佢哋覺得呢個天團入面雖然有呂洞賓，但佢係個落榜者，係個叛逆者，咁樣唔夠。我哋需要一個真正嘅儒家代言人，一個根正苗紅嘅讀書人，佢必須係學霸，必須根植於儒家嘅最高殿堂，然後等佢主動選擇成仙，咁樣先可以證明道比儒更高級。於是韓湘子登場啦。為咗增加佢嘅權威性，劇作家俾咗佢一個顯赫嘅身份，佢係唐朝大文豪儒家泰斗韓愈嘅侄孫。佢嘅古仔就係韓愈代表嘅儒家秩序，同韓湘子代表嘅道家自由，兩者之間嘅辯論，最終韓湘子點化咗佢阿叔。你睇呢個角色嘅加入，令八仙呢個組合徹底征服咗讀書人嘅心。韓湘子代表咗儒家嘅轉向。第二個需要保存嘅角色係皇權。劇作家們又發現呢個天團入面有乞丐李鐵拐，有瘋子藍采和，有文人呂洞賓同韓湘子，有軍人鍾離權，有老人張果老，全部都係體制外嘅人。呢個說服力仲未夠。為咗證明逍遙係宇宙嘅盡頭，我哋必須證明佢比人間最高嘅誘惑，即係皇權富貴更有價值。我哋需要一個放棄咗皇權富貴嘅人。於是曹國舅登場啦。佢嘅身份係八仙入面最尊貴嘅國舅，係宋朝某位皇后嘅親細佬。佢係皇親國戚，係人上人嘅頂端。佢嘅古仔就係睇穿咗宮廷嘅醜惡同束縛，主動放棄晒呢一切。佢係八仙入面嘅富貴代表。曹國舅嘅加入，令八仙嘅精神價值登頂啦！佢證明咗連皇親國戚都向往嘅自由，嗰一定係最好嘅。好啦，依家呢個天團入面有儒有官，但劇作家們仲未滿意，覺得呢個舞台睇落去仲係太單調，因為佢欠缺咗最重要嘅一個元素，佢冇女性。一個冇女性嘅古仔係唔完整嘅，一個冇女性嘅神仙天團係冇辦法覆蓋全社會嘅。喺嗰個男尊女卑嘅時代，呢個係一個好勁嘅洞察。戲劇需要陰陽平衡，於是最後一塊拼圖，亦係最靚嘅一塊拼圖，被放咗上去。何仙姑登場啦！佢係八仙入面唯一嘅女性，佢嘅形象係蓮花或者荷花，佢代表咗女性嘅視覺，代表咗純潔、慈愛、家庭嘅守護。佢嘅加入
令八仙呢個天團瞬間柔和咗落嚟。佢中和咗呂洞賓嘅風流、李鐵拐嘅殘破、藍采和嘅瘋癲，佢令呢個神仙天團變得溫暖而完整。依家等我哋停一停，喺元朝呢個大熔爐入面，喺全真教嘅推廣同元雜劇嘅編排之下，八仙嘅中年時代達到咗頂峰。八仙呢個數字被鎖死咗唔多唔少就係8個，因為8喺中國文化入面係一個圓滿吉祥嘅數字。八仙正式成團嗱，依家我哋回過頭嚟睇最後呢個8人名單，呢個係一個奇蹟，係一個社會學嘅奇蹟。請睇下呢個名單：鐘離權代表軍人同權威，曹國厚代表皇權同貴族，呂洞賓同韓湘子代表文人儒生，張果老代表老人同平民，何仙姑代表女性，李鐵拐代表乞丐同殘疾人士，而藍采和代表瘋癲少年同一切嘅邊緣人。呢個係一個完美嘅社會切片，佢唔多唔少囊括咗中國古代社會嘅所有階層，由軍官到平民，由貴族到乞丐，由男人到女人。佢喺元朝嘅舞台上，用戲劇嘅形式向所有喺亂世中焦慮嘅靈魂傳遞住一句密碼。嗰句說話就係：無論你係邊個，無論你尊貴如曹國厚，定係低賤如李鐵拐，無論你係男如呂洞賓，定係女如何仙姑，無論你老如張果老，定係後生如藍采和，無論你處於社會嘅邊一個坐標，你都擁有成仙嘅資格，你都擁有渡過苦海、獲得自由嘅權利。呢個係八仙古仔中年嘅成就，佢孤獨咁完成咗自我嘅建構。呢個傳奇已經圓滿啦，人設已經立住咗，舞台搭好咗，演員全部就位啦。依家呢個史上最強嘅神仙天團，終於要合體去做一件大事。佢哋要合體去演一場團戰大戲，要去完成嗰個流傳最廣，亦都係最終定義咗佢哋嘅傳奇故事。佢哋要去渡海啦。喺元朝嘅舞台上，八仙正式成團，陣容鎖定咗，人設深入民心。但佢哋仲差一個合體嘅專屬於佢哋8個人嘅代表作。呢個代表作將會喺下一個時代明朝登場。歷史嘅巨輪進入咗明朝，呢個係一個市民文化繼續繁榮嘅時代。嗰時最紅嘅文化產品係吳承恩嘅《西遊記》。有個叫吳元泰嘅作家見到呢個機會，佢諗《西遊記》係向西嘅古仔，咁我哋可唔可以寫一個向東嘅古仔呢？於是佢將目光投向民間人氣最高嘅神仙天團八仙，佢寫低咗一本粉絲同人小說，叫《東遊記》，亦都叫《上洞八仙傳》。喺呢本小說入面，吳元泰第一次完整地記錄咗嗰個我哋今日最熟悉嘅團戰故事——八仙過海。古仔係咁嘅：八仙結伴去俾西王母賀壽，翻嚟嗰陣路過東海。呢個時候，呂洞賓嗰個永遠不羈嘅靈魂提議話：我哋唔好坐官方嘅雲彩或者船翻去啦，我哋每個人用自己嘅法器，憑自己嘅本事渡過呢片大海。呢個就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嘅由來。呢個行為喺我睇嚟係一次意味深長嘅行為藝術。佢激嬲咗東海龍王。點解？因為龍王代表嘅係舊秩序，係龐大嘅體制，而八仙佢哋唔用體制嘅船，佢哋用個人嘅能力去渡海。呢個係一種挑釁，一場大戰就此爆發。經過呢一戰，八仙呢個組合先算真正定型，而佢哋手上面賴以渡海嘅法器，亦都喺明清嘅戲劇同小說入面被徹底固定落嚟。我哋必須要仔細睇下呢8件法器。呂洞賓嘅劍，李鐵拐嘅葫蘆，何仙姑嘅荷花，張果老嘅魚鼓，曹國厚嘅玉板，韓湘子嘅笛，藍采和嘅花籃，鐘離權嘅蒲扇。呢個係呢個古仔入面一個最溫暖嘅洞察。你細心睇下呢8件法器，佢哋大部分都唔係武器，
葫蘆係日常用品，荷花係植物，蒲扇係生活用品，花籃係裝飾品。更不可思議嘅係，入面至少有3件係樂器：張果老嘅魚鼓，一種敲擊樂器；韓湘子嘅笛，曹國后嘅玉板，即係拍板。呢個就係八仙傳遞嘅密碼。佢哋嘅神通唔在於戰鬥，唔在於毀滅，佢哋嘅神通在於逍遙，在於點化，在於藝術。佢哋係用音樂同美去度過人生苦海嘅。當呢個傳奇被打磨到呢個地步，佢已經完美啦。八仙嘅一生之旅，亦走到咗最後嘅沉澱期。呢個傳奇迎嚟咗佢嘅晚年。到咗清朝，八仙徹底退休啦。佢哋唔再單純係道教嘅神仙，佢哋行出咗道觀，行出咗戲院，成為咗中國文化嘅吉祥物。佢哋出現喺過年嘅年畫上，代表祝福；佢哋出現喺喜宴嘅瓷器上，帶嚟吉利。喺婚禮嘅裝飾上，人們甚至唔再畫佢哋本人，只畫佢哋嘅8件法器。呢個就叫暗八仙圖案。只需要一個葫蘆、一把扇、一支笛，我哋就知道佢哋嚟過。呢個傳奇已經唔再需要古仔啦，佢已經化作符號，沉澱喺我哋每一個華人嘅血脈入面。依家我哋嘅古仔嚟到終點啦，我哋一齊回顧咗呢場跨越千年嘅造神運動。我哋睇住八仙呢個傳奇，由漢唐嘅孤兒圓形到宋朝嘅青春期，喺元朝嘅舞台上中年成團，最終喺明清嘅歲月入面晚年封神。依家我哋可以回答喺序言入面提出嘅嗰個終極矛盾啦。點解中國文化最終選擇嘅偶像天團會係一個咁樣由老弱病殘風組成嘅失敗者聯盟？八仙呢個傳奇點解可以長生不死？我想答案好簡單，因為八仙嘅古仔滿足咗我哋中國人一種最終極嘅幻想。呢種幻想係矛盾嘅。你睇，我哋一方面渴望入世，我哋希望神仙可以好似李鐵拐咁嚟治愈我哋嘅疾病，可以好似呂洞賓咁嚟點化我哋嘅迷惘。但同時，我哋又渴望出世，我哋希望神仙可以好似張果老咁倒騎驢，不問世事，可以好似藍采和咁瘋癲逍遙自在。我哋既想要人間嘅煙火，又想要世外嘅自由，而八仙係唯一滿足到我哋呢個矛盾幻想嘅神仙。佢哋係所有神仙入面最有人情味嘅，佢哋亦係所有凡人入面最有神聖嘅。呢個就係我哋同呢個遙遠故事嘅連接點。喺今日，我哋每個人嘅心入面都住住一個八仙。當我哋喺工作上覺得攰，想躺平嘅時候，我哋就係嗰個倒騎驢嘅張果老。當我哋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厭倦咗功名利祿嘅遊戲，想辭職唔撈嘅時候，我哋就係嗰個黃粱一夢初醒嘅呂洞賓。而當我哋身處困境，當我哋形體殘缺，當我哋唔被世界理解嗰陣，我哋係幾咁希望我哋嘅靈魂可以好似李鐵拐同藍采和咁，雖然外在殘破，但精神依然可以自由。八仙嘅偉大唔在於佢哋係神，而在於佢哋太似我哋凡人啦。佢哋最終為我哋所有後來者建構咗一個最溫暖嘅聲音同溫層。佢哋用一場跨越千年嘅行為藝術，話俾每一個喺瞓覺前感到焦慮、失敗、孤獨嘅靈魂聽。唔緊要嘅，真係唔緊要。就算你係個乞衣，就算你係個失敗者，就算你係個怪人，就算你係個邊緣人，你亦都依然擁有渡過人生苦海嘅資格。呢個就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對我哋凡人最治愈嘅真正含義。好啦，多謝你嘅聆聽，晚安，發個好夢。